佢哋班衰仔之前咪話我嘅，做乜咁關心珠海董小姐，係咪唔想努力啊？事實上呢，正係因為我想努力呢，先至會咁關心。當然啦，我就算幾唔認同都好啊，我係唔會同錢過唔去嘅，亦都唔會拒絕學習佢嘅優秀之處。比如話佢嘅產品宣傳揾我自媒體詢價，我係會照傾嘅，但係唔會因為咁就偷偷地去落架之前嘅視頻。雖然我知呢，一直擺喺度呢，就唔多可能咧會有生意噶啦。呢兩日咧，刷到阿董小姐同阿孟雨桐咧再次合體直播嘅消息，我就心諗啦，好嘢喎，世紀大和解喎，鐵娘子咧都有柔情一面喎，懂得剛柔並濟，流量呢家嘢真係玩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吓。我甚至喺度諗，包括之前嘅進退自如、豬豬健康家、玫瑰空調係藝術品，將接班人逐出師門，通通都係刷流量。企業內改革雷厲風行，我明珠一聲令下，誰敢不從啊？或者內部改革呢件事有且只有佢能夠做，同有可能做得到。幾廿年啦，通通都係跟住佢做嘢嘅人盤根錯節，唔係佢放話要改，你可以叫得喐邊個？而佢又對外不惜犧牲企業家形象，俾你班卡拉蘇喺度平頭品足，獲得嘅流量唔好過使錢投樓，大局觀可見一斑。嗱，如果一切都係結果推導，就當之前所有嘢最終都係擺脫只做空調嘅形象，認同現代企業家做事需要流量思維嘅觀點，並且去踐行，佢真係值得我哋再三學習㗎。但今次主動翻兜約人哋翻嚟，我就覺得有啲迷之操作啦。嗱，如果唔說教，係唔係真係會口臭嘅呢？唔說教，係唔係今次就可以打到好多人嘅嘴巴呢？熱搜係唔係就會變成我們都錯怪了明珠了，鐵娘子也有柔情時刻？我其實好期待董小姐可以將柔嘅一面偶爾展示一下，尤其係面對觀眾。人家都話上乘嘅功夫都係剛柔並濟噶嘛。但拋開其他，畢竟無論係為企業定係為自己，阿孟雨桐都只係燃料嚟嘅啫。雖然話柔一樣可以贏，可能會贏更多添，但係鐵娘子呢就係要硬嚟。關鍵詞比如話雨桐確實犯錯了、三觀不正等等，呢啲單單打打嘅說話，確實係令在場嘅同場外嘅都覺得非常尷尬。有道啊，義不長財，慈不長兵。阿董小姐的確唔算得係慈，但至於義嘛，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從企業利益角度嚟評價，佢又邊度有錯呢？只係我哋呢啲打工人嘅身份對呢啲事天然反感。而無論之前點樣，孟雨桐今次的確要多謝阿董小姐，又同自己上咗一課。薑真係老嘅辣，佢落注叫你，你就一定會翻嚟，你又真係翻咗嚟。佢落注你唔會現場反台，你又真係冇反到台。商場摸爬滾打形成嘅老練青頭仔又點招架得住呢？喺呢種場合，真係連雷布斯都未必係佢對手。呢個年代，我哋一定會睇到好多呢種代際衝突。我好難想象，如果阿孟雨桐冇咁單純天真，有備而嚟，做到咗我既反你台，又不失禮貌，董小姐又情何以堪呢？以往你話佢係接班人，我真係覺得都係攞嚟講嘅啫。但我相信經過呢一次，阿孟雨桐真係有可能接班。種種嘅經歷，無非兩個結果：一係習慣受虐，一係迅速成長。你覺得呢？點讚啊，正能量！